今次真係一世仲未買到嘅街坊噶啦，國家都支持你買公寓噶，首付直接俾3成就可以上車噶。今日咧就介紹個荔灣老城區呢邊性價比最高嘅一個產權現樓啊，身後邊咧就係大同前噶啦，而家咧62萬就可以買到噶啦，首付22個就可以上車噶啦。對面咧行過去800米就係10號線嘅花卉站同埋22號線嘅東滘站噶啦。平時翻西朗坐地鐵1個站就到噶啦，翻到海珠區都係12分鐘，翻到番禺嗰邊都係22分鐘嘅時間。對面咧就係廣鋼新城成1000萬個豪宅啦，後邊咧就係星河各個派嘅，平時寫影非常之方便。而家賣緊嘅全部都係現樓，有埋產權，而且係帶埋有生活陽台嘅。戶型係點樣？即刻上去睇睇。上到嚟啦，呢度咧全部都係現樓，攝影師搜索佢，嚟呢個。全部都唔係門對門嘅，密度嚟講係非常之低嘅，4條電梯22戶啊，而且呢個格局嚟講可以做到真正個南北對流啊。廢話唔多講，睇睇戶型點樣。嗱，上到嚟啦，就係呢間40立方，做咗2層嘅設計，上下2層使用面積超過成80方啊，而且呢個戶型啊好高市噶，做到埋咁大個生活陽台俾你啊！哇，呢啲何必去花成千萬買啲住宅咧？係咪？而且呢度望出嚟咧就係大同前嘅啦，呢啲成日話有質詢嘢，呢啲夠唔夠中心位置俾你質詢嘢？總價62萬就可以買到噶啦，22個就可以上車噶啦。呢度咧餐廳啊、廚房啊、廁所啊，冚唪唥都有賣噶啦。呢個咧係做咗2方嘅設計，咁睇翻自己需求噶啦，想整你幾方都可以噶。咁大個中空，呢個樓梯都非常之好行嘅。樓下咧800米就係地鐵站噶啦。我平時翻海珠天河啊、番禺啊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老城區嘅位置，周邊冚唪唥都有賣噶啦。最重點啊，有埋產權，而且係現樓，帶埋有生活陽台。如果你近期都揾緊啲大陽台有現樓啊，又唔想俾咁多首期，呢間真係不妨我哋可以過嚟睇睇啦。如果你都感興趣，打波3個6，我發晒資料俾你睇啦。